金甲孙杨抽出着银色的断魂枪，就要射杀乌劫。小子身手回魂，第二击。乌行人的功夫，追！金甲孙杨再度抽出相似的断魂枪，就要击下。现在乌劫提心吊胆。在一触即发的时阵，哎呦哎呦哎呦啊！哎呦哎呦哎呦啊！哎呦，乌心莲发生变化，明明的乌剑还未解决，小等你，你敢是真正的金甲玄龙士？你那门，要你死不能叫你死，抢！狂风大作，哎呀，到底什么物件到位？怪声出现，远远传来手拿手动，必受乱跑。金甲玄龙胜机多达，这个时阵的乌劫也早至大结了。加油加油！注意看，小心，我你大开眼界一个！真是好功夫。这部叫做龙光尾，好啊好啊，龙光尾这部真赞，算尾部啊就对了，也袂咧。也搁有咧，讲是了未真功夫，用是了未真，若未讲较快了，哎呀，唔讲也罢。哦，然后恁两个功夫哦，平分秋色啦，5分啦哈。可是呢，我这个仙草王所伫咧讲的话，就是讲天下功夫好的是真多啊，但是深的是真少啊。仙草王，是安怎解释？可比讲这石头安尼真圆，真金骨，真水，迄表面上大家看拢总知啦。可是呢，这个石头内面包含什么款的质素，这都无人会知了。有理，到底这个石头内面包什么质素啊？我说好去，哇！仙草王，你功夫实在是深不可测啊！规条石头你摸摸就怎变糊？唔该咋你才知？我你讲啦，迄唔是我的功夫zan啦，这粒石头放真济年啊，所以才浮起。无呀，老仙阁兵多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望仙阁嘅海涵，海涵。你规日我面头前真歹写，起来。过去本山人做事真懵懂啦，所以呢，将做这个杀手的工作来做奸行恶，这非常唔对。所以我自今日开始，想要改写规程。安尼知过必改善，莫改言。众多弟啊！从今日开始，恁大家拢等去啊！等于做一个善良君子，打场卖菜哈！这务这个正业，千万唔能做这个歹代志哈！大家改善等去。多谢大家。实在感谢，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啦，这令我甲你敬佩就对啦。是啦，仙草王，要我即摆改写规程嘛，有需要做一个功德来保我前程呢。对，大丈夫既然主一定就安尼想安尼做吼。我唔知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建功赎罪。我甲你想，目前啊，这个高知国四绝山，迄个四绝已经是破一绝去啊，迄消魂国破。即马春风园，一个高知国台湾水做望奈何点个所在，即草屯牛招军买马，这要背反调工啦。这无解治嘛袂用哩咧。若假使会当入这个春风园做内应，会当破伊只机关秘密，会当掠这个干元税呢。安尼你就是将功赎罪了。言者有理。我有交配一个机关师，叫做阿里不达。哈哈，阿拉木者。对啦。伊就是乌鲁木齐人啦，西域乌鲁木齐人，生活机关也伫内面啊，真得宠。安尼，咱来嫌对好势呢？当然好势啊。安尼我改名叫做阿里巴巴。我呢，你的名就是做纳鲁安多。
我做哪乱多，啊，你做阿里巴巴，啊，对了，安尼好，咱三个人赶紧对春风园进发，哦，行了。叩见大元帅，稍为是谁？我就是哪乱多，天下名手啊，我做阿里巴巴。本山人叫做火云真人，我是恁内面这个机关师阿里不达的挚友。恁三个人来这何事？啊，就想讲这个效忠元帅你咧。哦，既然甲你效忠本帅啊，真简单呢，一定都要建立头功。现在这个大明朝的钦差王平欺我太甚啊！恁三个人赶去，将这个王平的头壳甲赶倒来，建立头功不得为命。这嘛，什么？惊死吗？元帅你讲得对唔对咧？唔是惊死啦。不过我认为元帅你若叫阮三人去做杀手啊，实在是大材小用啦。也无恁到底什么手？我是机关枪手。哦，机关枪手，本帅乃听无啊？唔是啦，机关师啦，机关手就对啦。就是讲吼，非常高摆机关啊，伊专门的你咧。啊，假使讲你春风园的机关老师要正式啦哈，啊，比如加参什么机关，安尼阮来甲你斗参考哦，一定会足厉害就对。哈哈哈哈！安尼我了解啦，我了解咯。来人啊！啊，还机关师阿里不达觐见。那机关师哦，来了。主公有何垂见？这拢总是你的朋友，你看卖。哦，原来都是火云真人。啊，这两位。我说别记哩，我咱3年前咱大家在哈啉酒啉到呢，不醉不归，爽歪歪，说个袂记哩。到底你打？我都阿里巴巴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叫做什么，你会记得袂？你的名？哪乱多？啊，是，元帅啊，这是我的朋友教位。哦，有凭朱安风来不力落后，所以准备来交代。有你，来人啊！摆开宴席，交代机关师啊！啉都啉啊！酒醉啊！按咱趁这个机会，入来内面讨好机关大无？对啊，较细声咧啦，声头莫闹遐悬啦，闹像我这低音的，莫闹悬音的。我都无低音的哦，注意啊！爱通过这个桥，这个桥凡是有摆机关哦。我最头前。赶紧，好，等你，唔通我来，爱生命人你唔通我来。你再讲我规身躯拢总是假死啊！看卖，我的假死大堆，120个我来无够死。真南山，你甲对我这个机关皇帝这款的乱来啊！晓得咧。哦，再是。这拢真南山咧，安尼微咧，得要甲我创啥啊？无够看，讲实在。恁这拢唔对误会啦，这是我的朋友呢，来这个所在就是要参考机关的。你甲当作干涉唔对，大家拢退开。啊，退开。是的。我机关皇帝难道因唔知影吗？啊，不错，应该是甲你介绍，都无甲你介绍，所以难怪讲因会误会啦。哼，5岁，6岁收起来嘛是48万。讲的我拢听无。听无？我的母亲就是机关公主，我的老爸就是机关万岁。这边是机关世家。好啊啦，都大家好朋友转闹较大。哎呀，唔讲也罢。要是讲惊深夜静，应该恁酒啉咧，都要安随。是安怎？哪会出来遮那乱说？难怪讲因会误会，讲恁是干涉。哈，讲啊好，你若爱听我讲，你听。你是安尼啦，咱大家好朋友哦，莫相骗。听讲你带这个机关啊，真奥妙。算讲我若是食这行的呢，大家要出来参考，看你机关的摆设摆了是有巧妙啊，无巧妙啦啊。若像讲迄板桥弯啊，好对，迄个板桥的弯道，拢总有摆12支的咧。12支哪有够？最少嘛要120支，唔才有够。迄板桥遐细板，装袂落啊。唔是装袂落来烟头，迄都唔是装咧桥顶。你即摆12支是按咧桥顶对无？人若打去，打着反板砖射出来，射长骹骨着。是啊，
哦，你是内行？干哪里才知？我意思是讲，120支爱当咧桥骹，过敌人啊叫这个桥顶的弯刀下着，无死会跳落水。若跳落水，都要收过这个桥的中间，捡这个120支弯刀，从那个夹死。哈，奥妙，好，这马上来增加。是讲像我这凉亭啊，迄针啊，对，迄凉亭就是有安排毒针伫哩啊，迄凉亭条啦，甲顶面拢会射毒针，迄人若经过过，毒针射出来，哼，规身躯脆鼓鼓。是讲我这枪啊角啊，对啦，迄枪啊角哦有安地雷啊，毋是啦，迄安地雷我知啦，是讲迄角度无啥对哩咧。哦，角度无啥对。那迄枪啊角迄安地雷迄个角度都无啥好哩咧。前辈，若安尼这角度无甲偌好，请你指教吧。指教啥本咱下摆机关的人都爱看图咧，迄个图毋图摕来我看卖，我看应该安怎来摆设，迄个地雷的线安怎安，角度你要甲安咧什么多一个角度，安尼敌人永远拢总是走袂去啊，对毋？迄图无看免来，免我甲你解说。对，我会现图你看，大家做参考。当暗暝经久啊，请入来养神，明天大家再来研究吧。多谢。我这暗光鸟困袂去，慢啊困啊，慢啊在咧拍算啦，对唔对？行啦，拜拜。呼，足厉害！安尼看者就知影讲我倒有摆机关，莫怪机关皇帝，机关公主真是好惊人啊！先少翁啊，唔卖咁样叫我大声啦，叫我阿里爸爸。阿里爸爸，要到底要安怎？我你讲吼，即马伊会摕着拿刀要来甲咱参考，若拿刀摕着了后，我都爱先溜啦。恁两个应付安尼。哈哈，处事神妙，毋是我伫咧夸口，我一夫当关。细声哩啦，等你慢慢打操蛋。哎呀，不提也罢。来了。哇，高大！是啊，哇，阿里不打了，你嘛真高大啦。是阿里巴巴，喂，阿里巴巴你讲真高大。当然公事要紧啦，所以我入来这个目的啊，就是要甲你参考这个问题，机关政策的关系啊，所以应该赶紧将这个事情来完成，安尼我才会放心你咧。你是老英雄，搁哪里在？来，接啦。这张就是我的拿图，你甲看清楚，需要增加，需要改进，希望你甲支持。待我看一看便知道了。叫我需要出来对看卖咧。你所装饰的地点嘛，我用这张图甲对咧，对唔对我甲你注明，大家再过来参考改进。多谢。我出来对看卖。实在有影，伊人老，但是头壳换真新呐。哈哈，唔讲也罢。那见久，咱拢无入来去啊。哟，现在拍算昨暝食了排骨倒一款，我出来甲看卖哩个。安尼好，我甲看卖。我出来甲看卖。回魂之前你点点吼，安尼，唔讲也罢。实在这个机关皇帝伊的钦座啊，令人敬佩啦。少年人头壳袂歹。奇怪，为什么机关皇帝也无转来？这个阿里巴巴也无转来。这个创啥？我看因两人可能身体无啥拄好。我来看看，稍等咧，我想到啦，恁三个人就要做内应，偷我的机关图来人啊！靠竞争四面八达，团团围住啊！贵宾三王已经被了这土一兵四面八达团团困住，因两人就要拍出万定围。双方打得如火如火，这个时阵金甲旋龙到位，金甲旋龙已经手入银色断魂枪，针对对回魂之人。
魏文进的性命已经丧在断魂上，这个时阵的金家传龙，这个瞄准对桂敏三郎，但是桂敏三郎已经被困中围，金家传龙目标尚未准，唔敢滥用。现在桂敏三郎以退为进的策略，渐排渐走。这个时阵，乌夹及时赶到坐阵，来啦！哦英啊，唔是乌夹来啦，啊哈！乌夹一刀大手所向无敌，让军中杀死可以如斩龟切排，势如破竹。哈哈哈哈哈！无时间了，何有技巧？叫走去新北市台湾，来人啊！那都叫这个老的头去，迄个阿里巴巴。哦，都是恁爸爸。靠背啊！伊的名叫做阿里巴巴，那抓无着，安尼这个机关会逼迫，来人啊！赶紧的抓这个阿里巴巴！陈朝王得到拿刀了后，拼命要喷回转，正气三升。但是这不能在中途去拄着这个火刀水家乌心酒海流青、海不用以及阴阳相耍。不要！喂，陈朝王，我哪里在在？你该死！也无得看你咩，唔顶功夫了，恁大家叫你看。陈朝王在命在旦夕之位，这个时阵，运命之神出现了。啥人无破浪，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退出着来照样，坚定志向坚强，唔通好运命来安排。太早你的成功。叫伊，我叫伊，快来！啊，运命之神，运命之神马个太了，好太了。春风，唔通来轰动。无快啊！对啊！自然无从相，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，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那么做大家来聊一聊龙唱唱。哼，好大个这个我心酒实在有够无气魄，走就罢了，咱四人混作四个头，无解决运命之神。运命之神，你行路摇摇摆摆，甲我讲话厉害，我慢慢相信，对吧？杀，好死，好杀！运命之神在任无可忍的情形下，特别使用着绝招一条惊天。好到呀！哦，听一声真大声呢，好势啊！迄我都看真可望咩？迄个会努力，我这个好刀水家就甲捅了啊，后头就个因死的。哎呀！好厉害！哦，都迄个有名之神看起来摇摇摆摆，但是伊歌声中稳稳现现啊，有够神秘啊！阮四人看伊坐点点稳如泰山，所以分作四个头，特别甲伊敲轮剑。
现在去拐啊牙关，迄步毋知什么步，闪光一来，大家都喷苦伊，足正难咧。甲下努力，我都甲努，后头就甲恁死个瘾头。好啦好啦，废话少说，赶紧的拜回转靖海宫来见公主，看要安怎样设法。好，拜到靖海宫见公主就对啊咯。仙草嘞，小蛋嘞，仙草！袂了啊，袂了啊，啊！连迄档打都无咧打你，拢无咧看你，还有这仙草地。我俩够呛咧，伫当时啊见面咧。仙草的你安全无事，我甲你讲啦，迄吉人天相，好佳在运命之神来呢。要若无我这条老命就休呀，你咧。你是安怎才会当发险？哈？啥物人毋知影我？哈哈哈哈！我伊要转哦，无怎命哩，四面八达，3000外人甲困掉咧。为当阵我最后一步亮光马，亮光马就甲降落去，拢全灭。好啊啦，莫转啦。哎呀，毋转也罢，也是讲奇怪呀，奇怪。那是咧怪安怎？是咧怪安怎？金家善良正直，是咧助咱这边杀死2名妖道。为什么今天作奸行恶，用断魂枪射死火魂真人？这真是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咯。其里终期变化生变。我你讲啦，这个慢慢来调查啦。咱这拿刀赶紧上当来正气山庄，设法来破这个春风园较要紧啊。对啊，唔对啦！哎呀，仙草王唔对咯。呀，我鬼啊！我恁死要创啥？靖海公主派出来四代罗汉。我四代罗汉。来，仙草王，你的仙草地互阮四人食喙斗无够。赶紧将拿刀献出来。刀等下你就拖了。你部亮光马啊！你部讲石头啊！好拼啦！买用水工位已经成功，第3次进入妖龙穴。这个时阵，金家旋龙手握着银色断魂枪，特别向买王子投射。运命之神又出现在旁边咯。买王子第3次降龙是毋是会当成功呢？请看续集，便知分晓。